想開始換現貨交易，第一步一定係下載 Bitget 呢個 app， 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揾 Bitget 就有啦。開戶時記住輸入邀請碼，即刻享受交易手續費硬折優惠，咁就慳返唔少，齋幾分鐘就註冊搞掂，超快。註冊畫面展示，註冊完之後去充值，跟住 App 指示，揀你想入金嘅幣種同數量，就可以入錢到你 Bitget 戶口，過程好簡單。入咗錢之後，可以用 Bitget App 睇交易圖表，揾啱心儀嘅幣，捕捉買賣時機，一切資訊一目了然。展示交易圖，簡單分析，揀啱買賣對之後，只要設定數量同價格，撳一下就可以現貨買入或者賣出，非常直觀易用，新手一睇就識。操作畫面展示，賺到錢點算好？想提款都得，喺 App 入面好方便，跟指示幾步就可以安全提返你嘅資產。提款步驟展示加密貨幣現貨交易就咁 easy。順帶一提，Bitget 手續費勁平，加上啱啱提過嘅邀請碼優惠，交易成本大大降低，新手入門零壓力，快啲加入試下啦！